台湾区交省接受地方陈情表示，经营医疗保健服务的公司，因为看准安区日间照顾的需求，所以伫安和路清水祖师庙边向市府社会局申请丢色许可，日前已经合法通过执照的乌地机。不过民众烦恼公庙一楼咧放炮啊，或是车辆出入频繁，会影响老人照护品质。所以透过伊伫总日顺向社会局请命，要求日后公庙边设立照中心，一定要将噪音等污染纳入评估。选的地点是对啊，唔对？伊咧申请的时阵吼，第一就是文书要符合，啊，第二阮会线刊，若线刊有问题的时阵，阮就袂互伊设定。是安怎叫做有问题？有问题，比如讲吼，伊的土地使用，啊是伊吼。附近市呢，迄种环境啊、污染等等，也是噪音等等哦，真侪因素。所以，阮的活动呢，突发地震、环保、公务等等哦，来看讲伊的状况是安那。啊，伊若是伫公庙的边仔呢，有算噪音会影响袂？公庙的边仔有噪音哦。即阮若是去现刊的时阵。因为阮会跟环保局做伙去，若是认为是有迄个噪音的疑虑的时阵，阮就会暂缓因的设置。因应超高龄社会，不管日照或者是长期照顾中心，各地拢有需求，买当疗伤未来设立的比例会愈来愈多。所以议员希望市府伫业者申请许可，经过环保局等各局处会勘的时，一定要多方面考量。避免日后演变成地方不满的空间。台湾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